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箴言第21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邊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箴言第21章主要係記述所羅門去繼續列出佢嘅箴言，成為咗智慧建造房屋嘅7根柱子嘅材料，亦都係建立我哋屬靈生命嘅柱子嘅材料。我哋仍然係以智慧嘅7根柱子作為分類嘅總綱，將相關嘅箴言初步歸類。雖然喺第21章嘅箴言裏邊同第19至20章嘅情況係相似，但係比起之前嘅箴言，呢度係更為艱深咗一啲，係一個進階嘅版本。就係因為喺第21章所有嘅箴言都係同時具備超過一個分類嘅情況嘅出現，讀者未必能夠馬上睇到內容嘅真諦，所以讀者係需要有更多嘅進一步嘅個別思考，去作出更深入嘅反思。箴言第21章嘅第1根柱子係有關謙卑或者係驕傲嘅分類。第2節，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為正直，唯有耶和華衡量人心。呢度係對照於馬太福音23章27節，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，因為你們好像粉飾了的墳墓，外面好看，裏面卻滿了死人的骨頭和一切的污穢。第28節，你們也是如此，外面對人顯出公義，裏面卻滿了虛偽和不法的事，係可以互相參照嘅經文。呢度除咗係有關謙卑或者係驕傲嘅分類，唯有耶和華衡量人心，亦都可能係牽涉咗誠信或者說謊嘅分類，同埋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。第4節，眼高心傲就是惡人的燈，都是罪。呢度係相對照於馬太福音5章15節，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，而是放在燈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意思係惡人嘅高傲好似燈咁樣照亮，係人所共見嘅。除咗係有關謙卑或者係驕傲嘅分類，呢度話都是罪，顯明係牽涉有關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。第14節，暗中送的禮物挽回怒氣，懷裏的賄賂能止息暴怒。呢度送禮物係謙卑嘅分類，但係賄賂可能係牽涉誠信或者說謊嘅分類。挽回怒氣亦有可能係牽涉節制或者放縱嘅分類。讀者係要繼續對不同嘅分類去作出思考。喺第24節，心驕氣傲的人名叫傲慢，他行事出於狂妄驕傲。行事出於狂妄可能係牽涉節制或者放縱嘅分類。第30節，沒有人能以智慧、聰明、謀略抵擋耶和華。除咗係謙卑或者驕傲嘅分類之外，抵擋耶和華可能係牽涉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。反過嚟講，雅各書4章7節話，所以要順服神，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逃避你們。雖然冇人能夠去抵擋耶和華，但係當我哋順服神，我哋就能夠輕易咁去抵擋魔鬼。第31節，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，得勝卻在於耶和華。除咗係謙卑或者係驕傲嘅分類，得勝卻在於耶和華，亦都可能係牽涉有關謹守或者不謹守真理嘅分類。喺呢節經文裏邊，亦都預示咗末日之戰所提及嘅哈米吉多頓大戰嘅戰果。啟示錄19章19節，我又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和他們的軍隊都聚集，要與白馬騎士和他的軍隊作戰。結果係馬是為打仗之日預備的，得勝卻在於耶和華，係將會咁樣應驗嘅。第2根柱子係有關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。第1節，王的心在耶和華手中像河水，他能使他隨意流轉。耶和華手中像河水，原文係指到巴勒斯坦地嗰啲嘅人造嘅河，亦即係運河。呢啲水係由管理嘅人去控制嘅。呢度係指到王嘅心之所向係由神所引領。呢度嘅王係指到神嘅受膏者，亦都係預表主耶穌基督嘅。佢內心有神嘅聖靈，掌握神嘅真理，按照神嘅真理引領去行事。佢必然係作出咗公義嘅判斷。除咗係有關公義嘅分類之外，心在耶和華手中，亦都可能係牽涉到謹守真理嘅分類。第3節，行公義和公平比獻祭更蒙耶和華悅納。除咗係有關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，呢度亦都可能牽涉謹守真理嘅分類。因為撒母耳記上15章22節講，聽命勝於獻祭。同時呢句箴言亦都可能牽涉慈愛嘅分類同埋謙卑嘅分類。因為彌迦書6章8節後來加以補充，佢提到需要行公義、好憐憫、存謙卑的心，與神同行，先至可以蒙耶和華悅納嘅。第7節，惡人的殘暴必掃去自己，因他們不肯按公平行事。
除咗係有關公義嘅分類之外，殘暴可能亦都牽涉係慈愛或者怨恨嘅分類嘅。第8節，有罪的人歧路彎曲，純潔的人行為正直。除咗係有關公義嘅分類之外，歧路彎曲可能亦都牽涉誠信或者說謊嘅分類。第10節，惡人的心渴想邪惡，他的眼並不憐憫鄰舍。除咗係有關公義嘅分類之外，喺呢度不憐憫鄰舍可能亦都牽涉係慈愛或者怨恨嘅分類。第12節，公義的神監察惡人的家，他傾覆惡人以致滅亡。除咗係有關公義嘅分類之外，呢度係提到家庭當中可能係牽涉咗慈愛或者怨恨嘅分類嘅。第15節，秉公行義使義人喜樂，卻使作惡的人敗壞。除咗係有關公義嘅分類之外，作惡的人敗壞可能亦都牽涉係慈愛或者怨恨嘅分類，又或者誠信同埋說謊嘅分類。第18節，惡人作義人的贖價，奸詐人代替正直人，由佢哋嘅結局回看佢哋嘅表現。惡人除咗係牽涉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之外，佢亦都可能係牽涉謙卑或者驕傲嘅分類。第21節，追求公義慈愛的，就尋得生命、公義和尊榮。除咗係有關公義嘅分類之外，呢度提到慈愛可能亦都牽涉慈愛同埋怨恨嘅分類。第26節，有人終日貪得無厭，義人卻施捨而不吝嗇。呢度除咗係有關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之外，施捨而不吝嗇可能亦都牽涉慈愛或者怨恨嘅分類。第27節，惡人獻的祭是可憎的，何況他存惡意來獻呢？呢度除咗係有關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之外，惡意亦都可能牽涉慈愛或者怨恨嘅分類，又或者誠信或者說謊嘅分類。第29節，惡人臉無羞恥，正直人行事堅定。呢度除咗係有關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之外，行事堅定亦都可能牽涉緊守真理嘅分類。喺以上大量嘅箴言都係有關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。除咗呢個分類之外，佢哋同時亦都係涉及眾多嘅不同分類。讀者亦都可以繼續作出更深入嘅思考。第3根柱子係有關誠信或者說謊嘅分類。第6節，用詭詐之舌所得的財富，意思係說謊，如被吹散的霧氣，吹向滅亡。呢度係對照於提摩太前書6章9節，但那些想要發財的人就陷在誘惑、羅網和許多無知有害的慾望中，使人沉淪，以致敗壞和滅亡。保羅喺呢度亦都曾經警告過貪財係會招致滅亡嘅。呢度除咗係涉及有關誠信或者說謊嘅分類，喺呢度用詭詐之舌所得的財富，同時亦都可能牽涉到謙卑同埋驕傲嘅分類。第28節，不實的見證必消滅，為聆聽真情的，他的證詞有力。呢度除咗係涉及有關誠信或者說謊嘅分類，聆聽真情亦都牽涉審判嘅範疇，可能係牽涉公義與邪惡嘅分類嘅。第4根柱子係有關慈愛或者怨恨嘅分類。第9節，寧可住在房頂的一角，也不與好爭吵的婦人同住。房頂嘅一角就係狹窄嘅閣樓，係唔舒服嘅地方。呢度提到好爭吵，亦都可能係牽涉驕傲嘅分類。第13節，側耳不聽貧寒人哀求的，他自己呼求也不蒙應允。呢度係可以對照於財主與拉撒路嘅比喻。路加福音16章25節，亞伯拉罕說：孩子啊，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，拉撒路也同樣受過苦，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，你卻受痛苦。並且係可以對照於末日嘅審判。馬太福音25章45節，王要回答：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些事你們沒有做在任何一個最小的弟兄身上，就是沒有做在我身上了。25章46節，這些人要往永刑裏去，那些義人要往永生裏去。呢度嘅呼求不蒙應允，亦都可能係牽涉謹守或者唔遵行真理嘅分類。第19節，寧可住在曠野之地，也不與爭吵義路的婦人同住。呢度係再重申一次第9節嘅內容，有相似嘅情況。所羅門好可能係想強調呢一點嘅重要，而呢兩節嘅箴言並且可能反映出所羅門眾多妻妾所造成嘅煩惱。同上一節一樣，好爭吵亦都可能係牽涉咗驕傲嘅分類。第5根柱子係有關謹守或者不遵行真理嘅分類。第11節，傲慢人受懲罰，愚蒙人可得智慧，智慧人受訓誨，便得知識。呢度顯示有啲人係要見到人受到懲罰先至會得着真理嘅，而有啲嘅傲慢人佢甚至係受到懲罰，自己都仍然唔肯去接受真理。第
但係有啲人卻係聽見真理就能夠接受，一切都係只係在於內心嘅態度同埋選擇。呢度除咗係有關謹守或者不遵行真理嘅分類，傲慢人可能亦都牽涉係謙卑或者驕傲嘅分類。第16節，人偏離智慧的路，必與陰魂為伍。呢一節嘅箴言可能係牽涉智慧嘅7根柱子嘅所有分類，因為佢偏離了智慧的路，就係偏離咗所有嘅核心價值，包括謙卑、公義、誠信、慈愛、謹守、節制同埋殷勤，係屬於所有嘅分類。第22節，智慧人爬上勇士的城牆，摧毀他所倚靠的堡壘。所倚靠的堡壘係指到真理，所以係屬於謹守或者不遵行真理嘅分類。但係呢度係牽涉智慧人，所以呢節嘅箴言同樣都係牽涉到智慧嘅7根柱子當中所有核心價值嘅分類。第6根柱子係有關節制或者放縱嘅分類。第17節，愛宴樂的必致窮乏，貪愛酒和油的必不富足。除咗係節制或者放縱嘅分類，愛宴樂同埋貪愛酒和油，亦都反映出可能係牽涉殷勤或者懶惰嘅分類。第20節，智慧人的居所積蓄寶物與膏油，愚昧人卻揮霍一空。由於呢度牽涉智慧人同埋愚昧人，兩者都係智慧7根柱子嘅核心價值嘅總和，包括咗謙卑、公義、誠信、慈愛、謹守、節制同埋殷勤。又或者邪惡、說謊、怨恨、不遵守真理、放縱同埋懶惰，所以亦都有可能係牽涉所有嘅分類嘅。第23節，謹守口和舌的，就保護自己免受災難。呢度再一次提出勒住舌頭嘅重要，但係呢句嘅箴言除咗係節制或者放縱嘅分類，謹守口和舌亦都可能牽涉謙卑或者係驕傲嘅分類嘅。第7根柱子係有關殷勤或者懶惰嘅分類。第5節，殷勤籌劃的足致豐裕，行事急躁的必致缺乏。急躁嘅希伯來嘅原文所暗示嘅係衝動，係為咗早日成為富翁而不擇手段嘅人。除咗係有關殷勤或者懶惰嘅分類之外，急躁亦都可能係牽涉係節制或者放縱嘅分類，同埋謙卑或者驕傲嘅分類嘅。第25節，懶惰人的慾望害死自己，因為他的手不肯做工。懶惰人整日係做白日夢，不願工作，不僅喺物質上係貧窮，喺心靈上佢亦都好似26節所講，有人終日貪得無厭，越想得到就越得唔到，喺心靈上係越嚟越傾向於邪惡嘅。除咗係有關殷勤或者懶惰嘅分類之外，懶惰人的慾望可能亦都牽涉係節制或者放縱嘅分類。以上嘅呢啲嘅箴言，不少係涉及多個甚至係所有嘅分類嘅。讀者可以繼續作出更深入嘅思考，因為詩篇第1篇2節咁講，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，這人便為有福。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